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2月16，诗篇86篇11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互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三甲来祈祷，将道路指示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的人君。主啊，伫你有活命的道，伫你有永远的福乐。主啊，伫你的光照中，阮要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也要遵趁你的教示来行，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，对你的光，阮看见光。主啊，当阮若是远离你，阮人生的路就坎坷歹行。总是，主啊，阮恳求你，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阮就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互阮通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有活命的道，咱若遵趁伊的旨意来行，就咱要有永远的福乐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